我阿姐啊，我头拄啊远远啊看，就是讲这是一个石碑顶头有字，啊来看到官顶啥物拢无啊。这是卑南文化留落来上大一个物品，哦，对，叫月形石条。月形石条。对，啊，为什么叫月形石条？是因为顶头啊，迄个所在其实本来是完整的一个坑，啊，到尾就破去了，敢若一个月亮的形。一个半圆伫咧遐。啊，毋过这是差不多3000年进前，卑南文化林就已经伫遮呢。这是卑南文化上大的一个物品留伫遮。我感觉这嘛是就是外星人留落来啊。啊，复活节岛迄个摩埃像。足小型的啊，因为伊足重的推车差不多每一件可能有1吨重，啊，可能为卑南山遐中央山脉遐过来，啊，安怎过来？其实阮无答案，就像摩埃共款啊，遐尼重的物件安怎搬来搬去啊，安怎甩？阮其实目前无确定的答案啦。卑南文化，甲咱即马知影的卑南族，敢有相像？阮内底有介侪卑南文化出土的物件，咱会先来去看一下。好，啊，咱来看卖者。好啊，行。全世界有真侪古早的文明，拢有留着这款大粒石头的文化。哇，你看这个历史已经3000几年的石条，唔知是啥物人搬来到遮的。啊，咱嘛唔知影讲，这个石条会当摕来做啥？真侪代志吼，到今已经都无法度解说啊。啊，总是我相信讲，3000年前住伫咧台东的这群人，生活一定是比咱所知影的更较进步。我头仔进入来想讲，这敢是咱即马人仿的？毋是哦，这是真的哦。阮为着要教育呢，所以就挖一区，互大家看一下卑南文化林生活的方式。其实啊，头拄咱毋是有看到迄月形石条吗？甲伊较同款的，就是这是真的，毋过已经长去啊嘛。差不多这排呢，就是咱的差不多厝内底中央。哦，对。你讲这搭遐，这是中央。对，这条，差不多是中央。嘿，这就是因室内，这就是会铺石板，因就是伫内底生活安尼。2号呢是因的，目前推测应该是因的楼梯，因为有的可能较悬一寡，所以拿为楼梯来爬安尼。因介特殊哦，阮卑南文化林就是用介侪石板啊，着室内啦，搁有因的月形石条啦、石板杆啦，拢有咧用。而且遮个有一个介特别的吼，介侪游客来啊，拢唔知伊要创啥用的，就是有一个花语叫做气石圈。气石圈。对，就是一个坑，敢若介生井共款，毋过内底。我看迄敢若一个足古井吼。对，毋过伊内底无水哦，所以伊毋是做溪水用的。是要做啥物用的？对啊，是较早的人会使学啊，伫内底放屎啊。嘛毋是呢，伊内底吼，阮研究出来应该是摕食物用的。摕食物？对啊，就像咱即摆的迄冰箱共款，因为安尼可能内底会较冷，所以因会甲因的肉啦，也是其他的物件摕伫内底。你讲挖一个坑，坑内底温度较低。对。甲物件放入去。对。较早的人有这个概念哦。对啊，安尼就较袂烂去啊。对啊。这附近的卑南遗址公园是伫咧西元1980年，迄阵哦，因为要起车站。对涂骹所挖出来，嘛因为要保留迄当时考古的现场，才会建设做野外的博物馆。这片哦，那是台湾头一个考古遗址的公园，嘛是东南亚地区上界大片石棒棺材遗址。他住遐拢是遗址尔，拢一寡石头，但是会当想象出来讲，较早的人是住甲安尼。对啊，会使去推测啦。这敢是稻草，我感觉很像那种咱穿的迄个蓑衣啊。不是呢，伊是就是茅草。茅草。因为茅草较袂烂，而且会使较无老雨安尼，所以因是用这种的材质。这雨来敢会冻水？我看起来芳足济。无啊，你会使看因用足济层的啊，所以迄水开始袂流入去的。对。而且我看这厝顶啊，拢足矮的。较早的人敢是讲？比即摆的人较矮，还是讲？阮的史前文化林其实平均因的身悬，查某差不多是155公分，查甫的男性差不多是165公分左右。对。但是你头拄讲这是卑南文化人嘛？对。甲咱即摆的卑南族敢是相像的？其实无共款的，因为一个是史前文化，差不多3000年进前的史前人类，一个是即摆的卑南族，拄伫遮发现的。
才叫卑南文化。对。了解。我姐啊，咱即摆有看到厝啊，头拄啊，迄上重要月形石柱，咱有无看到？因为头拄咱伫迄考古遗场遐有讲过嘛，就是伊可能是伫厝内一个条啊嘛，所以呢，阮目前推测就是伊上顶悬即个所在会徛伫迄厝的中央一支条啊安尼。卡伫咧伊顶悬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厝才会知安尼。对，主要是安尼。甲你偷看者。想无到讲哦，3000年前来到这徛起的先民，已经会晓使用楼梯甲冰箱呢。而且哦，这个博物馆上介厉害哦，唔但保留考古的现场尔呢，学者专家竟然有法度利用这的文物，重新搁再起一间较早卑南文化人所住的厝体。哇，真正有够厉害的啦！啊，我姊嘛甲我讲，因为台东的海边天气的变化较大，所以哦，卑南文化人的厝才会起甲遮矮，安尼才袂遐紧歹。啊，我姊嘛带我入去展示馆，看较早哦挖出来一寡卑南文化人使用的文物，若有石头的棺柴、石头器具，也阁有粗灰啊，甚至吼也有台东本地毋捌出产过的玉器。卑南文化出土足济足水的因的物品，而且是台湾出产的玉仔。这个玉仔目前研究出来就是华人的寿丰有尔。对。啊，毋过为什么阮台东会使有遐尼济呢？阮推测是交易来的，可能是丢啊，是啥物，甲因交易这个玉仔。对。卑南文化人应该拢伫即块位仔咧生活，对。无开路去甲花莲去。应该是较困难啦，毋是讲无开路，只是较困难。所以迄阵阮会推测讲，这个玉仔为花莲到台东无法度为行路来，啊要安怎来？只好水路来，就是可能为海上来。哦，行船啊，为遐来。对。而且即摆发现的较侪文化遗址啊，就东海岸较侪，啊山内底较少一寡，目前啦。所以会推测讲啊，可能就是安尼交易来。啊，经过遮出土的文物，啊，咱也听好猜想讲，卑南文化人哦，其实早伫咧3-4千年前，就已经经过水路甲外地文化有咧来往啊。嘿，啊无定着迄当阵，因就是顺即条平静的卑南溪，啊经过现主时已经找袂着的台东港，和真济外地的地头咧交流，咧做生意。也莫怪哦，老朴实的讲，真有可能4000年前，台东就是台湾的首都哦。